通报文雅跳幕场未去两中两项的卵，嘛验出分普尼超过标准，是药署地检署当日调查。马太安溪放山湖一大水冲入红林万盈，贵人县今仔日宣布红林万盈纳入补助的范围。民国97年，空军中士蔡学良伫咧北场调查过身，检方自杀起案，但有敢为使用新的事情申请自动调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11月15公司第2台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。央视新闻头起先来看，这中华15万粒鸡卵验出农药分普尼超过标准的代志，才无一礼拜。日阵这台中市又搁通报文雅跳幕场未去两中两项的卵，嘛是验出分普尼超过标准。其实，这间文雅跳幕场嘛是顶一站鸡卵有问题、受管制袂当卖卵的跳幕场之一。不过，这阵却是有4000大斤的卵伫咧市面流通，是药署是当咧追查这款卵拢是去对，嘛请中华地检署来追查。这个月7日，台中市卫生人员来这间两中两项抽验卵，验了后发现芬普尼残留量超过标准，发现这卵是文雅跳幕场来，而且源头中华管检处查处，并通报中央。于11月9日进货200篮，目前回收38篮。其他已售罄。食药署表示，7日查到这个问题卵是伫车价位文雅跳幕场卖出去的卵，芬普尼残留量0.05 ppm， 已经超过0.01 ppm 的标准。不过，食药署伫11月7就有通知，受影响的县市卫生局严禁无合格鸡卵伫市场流通。文雅跳幕场已经予人要求移动管制，任何一粒卵拢袂使卖，是安怎会伫管制期间非法卖卵？互食药署无法度理解。初步清点嘛发现，卖出去200篮，敢若回收38篮，初步估计有3340大斤的卵拢用去啊。恐惊是卖去散客，也是35间各种小型餐饮、面店啊，也甲早餐店这所在。文雅的不符合规定的任何有疑虑的蛋，都不能再流出，不能卖给我们消费者。那因为这个是已经在移动管制的牧场。那在管制期间，他把蛋非法的卖出去。系属11月6号畜牧场所生产的鸡蛋，这段期间还是属于这个移动管制期间。那对该厂仍有鸡蛋非法流出，我们东方环所还会持续在封存他们蛋鸡场内的鸡蛋。中华管检府是讲，文雅跳幕场捌伫车北解除移动管制，7日阁予人验出芬普尼，搁再移动管制。不过是由属实回应，唔爱接到解除移动管制的通知，要求相关单位爱查明原因，也加说明，嘛会同步函送检调去侦办。若是卖问题卵的两中两项是回应，唔知影卵有问题，安尼无可能卖出去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顶日啊，风台花莲落雨，马太安溪放山湖的水势又搁溢出来，土水冲入红林甲万盈。行政院政务委员桂连成今仔日是搁去花莲视察，要求这安康便桥都要10天来恢复通车。另外，伊嘛宣布讲红林甲万盈的受灾户纳入补助的范围。国军工兵部队继续伫花莲红林镇长桥里清路甲甲护整理，佮派出重型消毒车环境清消。结果假日沙头志工也佮出现。从新竹过来的，自行开车过来，能搬多少就搬多少了。我是从彰化来的，去万隆那边，就是帮民宅清淤泥。进前受风台影响，马太安溪第2摆溢流，因红林镇长桥里甲万盈乡明利川，政务委员桂连成15日刊载宣布红林万盈的受灾户，拢达至公库的补助方案。往上还有住户，大概有几户？13到15。13到15。你们把那个精算一下，因为这个要补助，要确定我们要补助有人住的地方。桂连成也要求公路局17台开放马太安溪桥暗江便道的通行，佮支持水利署关键区马太安溪道边600公尺的大爆花。那这土题，我们将来在不到1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们会足够建筑到5公尺的高度。另外一件重点工作就是我们正在进行河道的一个改道，在未来2天会完成。顶一摆水线公布了后，真紧搭2860公尺的临时补花加疏存工程，互公户乡这摆免受灾。桂连成替水利署叫屈，因为无啥物好怪罪。会加紧这个钢管便桥的这个构建，让钢管便桥在明年1月底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把这个钢管便桥拆除掉。那将来这个水，明年的汛期到来之前，
水就可以很顺利的通过这个钢管便桥，然后溢流出去。金宝市花莲分数上新的监测显示，目前放山河超到8公顷，储水量已经降到33.7万立方公尺。13新形成的放山河沙区也只剩15万立方公尺，拢明显缩小，而且继续溢流，下面河道水位稳定下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除了花莲，这回风台雨依然苏澳嘛淹甲真严重，有一寡山区的徛家到即阵也去互土石带掉咧。这怪手的业者是赶紧去做志工道清。原来是苏澳镇长是预估这回规个镇损失上无是有6亿，所以讲镇公所是已经成立募款的专户，要甲灾民斗相共。厝有一半拢互土石带掉的，依然苏澳水灾市区的路大部分拢清理好啊，有一寡店也开始营业。不过山区有一寡厝的土石也未清煞。怪手伫咧现场继续清，由志工来山区斗相共受灾户清理厝内。伫边即间市都好，拄则经过非洲猪瘟疫情，这么个拄着土石流，都虽然有顺利转移，不过设备拢害了，损失超过上百万。就是设备的部分50-60万然后建物的部分大概在70-80万。最新的 iPhone 17。一寡新的手机啊，拢总浸水啊！有电信业者伫大水来的时阵，一座价值要到200万的手机图啊，互大水流去，14个头切断。不过一寡新的手机啊，拢已经浸水无法度卖，损失真严重。这样子市价大概这样子加一加大概多少钱？如果卖的话，应该是市价大概100多，快200万。灾情也真严重的烟波饭店地下室也阁拢全土沙，地下也阁积层的水也未抽干，业者继续伫咧清。因若大房的人客因车停伫咧地下室河水，因要安怎赔？饭店讲会请第三方公证单位来评估，财务部也甲保险公司联络，照保险的内容看安怎处理。能够各界来协助我们这个苏澳这次大淹水的灾民啊。这边所有灾害的损失，镇长以受灾户3200户来说，若是平均一户20万，财产的损失就超过6亿。不过这也无包括公共设施重建的经费，所以镇公所成立募款专户，暂时定1个月，希望大家会当斗相共灾民重建，互所有镇量早恢复以前的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民国97年，空军中士蔡学良伫咧靶场吊枪过身，检方是以自杀来结案，这是互家属无法度接受，一直咧走上顶前。监察院的委员蔡宗义今仔日表示讲，有新的事证，伊已经申请自动调查。国防部也回应讲，会配合调查。空军中士蔡学良民国97年伫靶场中枪死亡，震惊社会。检方以蔡学良用65K2步枪自杀结案，因为疑点真济，家属蔡妈妈无要接受17年来四界走踪寻求真相，分别向监察院甲总统罗清照陈情。罗总统指示国防部处理，国防部伫5月举行对峙会，即马案件有新的进展。监会蔡崇基15表示有新事证，已经申请自动调查。蔡妈妈感谢监会慎重证据，也阁批评国防部态度消极。这个报告已经足以可以证明蔡学良枪伤不是6步枪的枪伤。从蔡学良的命案，他们走手过的每一个人都升官，要去翻他们以前不推定那个蔡学良死亡的，不等于是自打嘴巴吗？他们当然要压下来呀。监察委员依法行使职权，本部将秉持一贯立场，配合调查。监委蔡崇基表示，国防部伫2019年委托台大法医学研究所办理鉴定工作，搁伫国防部军备局生产制作中心进行实弹测试甲鉴定，结果显示，原军事检察官认定蔡学良是为轻伤，提65K2步枪自裁事实基础已经有新事证，同时为调查清楚司法检察机关是受侦查态度，甲违反证据法则代志，已经申请自动调查。这后过去被家属开记者会立会高度关切。我个人也认为学良的伤口不是步枪所为。谢谢台大法医所的鉴定，以及蔡监委的重启调查，希望司法可以勿枉勿纵，蔡学良的案件可以真相大白。国防部长郭立雄5月才伫对峙会强调，要互社会佮对国军有信心。蔡妈妈无奈表示，毋是对峙会，是为后生用事情冤屈的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立法院昨是三读通修正在违法的一寡条文，明定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般性补助款，袂使比前一年搁较少。这个类型的补助嘛是有限制的。在野党是认为讲安尼做会当甲各县市去互扣落来金额搁拨倒转来。不过立院首长是质疑讲，安尼是无法度解决南北资源无平均的问题，城市甲庄脚的落差会愈来愈严重。修正通过。立法议会14三读修正通过在违法部分条文，明定中央对地方补助款的款值，伫计划型补助的部分比率不当超过过去10年共在力接触县市共类型计划的平均值，无经过地方政府同意，不当随便将之变更。一般性补助不当超过前一年的预算迄个数。预算呢，只要确定以后呢，就不会被行政院任意的删除。那基本上对于地方政府啊，我想我们努力去争取计划型补助。那至于呢几期的财力几期的这个自筹款的比例呢，我们希望也能够比照以前啊。对此，台南市长吴伟铁认为，依然是无解决南北无平均加产业无平衡的问题。讲台南的负担比台北较重，不过摕到的比台北较少，和城乡的差距愈来愈大。另外，三读的条文也精定，中央政府会当针对地方政府施政计划这边效能进行考核，精简一般性补助款，不过爱开地方首长会议决定。就好比学生老师要帮学生打分数，要跟学生来讨论说，这次考试呢，给你80分，给你90分，你满不满意？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计划型补助，球员变成了裁判，是为了要矫正中央跟强盗一样随便的乱砍地方的钱，把我们的计划型补助款跟一般补助款让它变得更稳定。这个采花法有没有话要跟卓院长讲呢？行政院长杜英泰伫社群平台讲，在野党再一遍小恶在违法，危害政府施政的稳定性，恐惊和一寡富国利民的政策，包括治水计划、长照3.0，抑个0到6岁国家市这寡政策无法度执行，讲会找宪政救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又搁有代替的员工去互旅客攻击，这代志是发生伫咧昨半暝，一帮区间车已经到终点站随风啊。不过，这乘客却是无愿意落车攻击站长，代替是安省的协助这个站长来提告。另外，伫咧大家站迄边，昨暗有乘客是占别人的位唔走，强制去互警方带落车。穿蓝色衫的民众情绪真激动，伊甲代替当地站长发生冲突，两人双双倒伫月台顶悬，其他车站人员赶紧去斗相共，佮通知警方来协助。该男子已先由列车长及站务人员合力带下车，因男子情绪不稳，经救护人员现场评估后，送往基隆长庚医院。代替表示，14半暝将近12点，区间车到终点站随风站了后，这民众毋但拒绝落车，佮涉嫌攻击代替人员，造成站长受伤。代替公司严厉谴责，会全力协助员工提告。代替产业工会对代替员工一直发生遭到攻击的事件，要求交通部长陈世凯按针对改善员工安全表态。我们必须要非常沉痛的要求台铁公司、要求交通部，应该要尽速拿出增并保全以及其他多元的方式。主要站长遭受攻击，也有一个民众好亲像霸占其他乘客位无愿意离开，各甲警方警伫遐。前面2段坐到人家位置，然后都不肯起来。我没有不肯起来。14暗时差不多8点，一个新自用火乘客为互人霸占，迄路警察甲站务人员伫大家火车站上车了解状况，暗过坐唔到火的民众无愿意离开，最后互地车长解除分散客约，佮互警方强制带落车。经列车长劝导不听，并告知运送契约规定后，予以解除运送契约。为该旅客不愿下车，原警方配合站务人员，请该旅客于大甲车站下车。台中火车站摇状况15早起差不多10点半，一个差不多70岁妇人不明原因为月台落雷铁轨道，一个自强号大进站，虽然紧急打倒暗过妇人依然被困在车底，消防队到场将人救出，暗过妇人骨盆粉碎性骨折，经过急救送到后备房观察，目前依然有生命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这高雄大树，是有民众看到一个外国人，表示家己是听众来台湾旅游，昨天咧路边卖物件咧装旅费，这民众惊讲是诈骗，就请警察来看。
发觉这个外国人摕的是观光签证入境的，是袂使伫咧台湾卖物件的，所以讲警方就请这移民署来处理。另外，这中华是有海巡人员发现一对母仔囝挂到大包细包，伫咧景点行来行去，去甲因关心，才发觉讲是失联12天的印尼移工。这个外国籍查甫人手提有印台湾国旗的旗仔，伫高雄市大树区卖旗仔，互民众讲家己是听众朋友来台湾自助旅行，希望民众开100块买旗仔赞助旅费。每个人都来这样子拿钱的话，也不是很好啊。对。就变成就常态啊，每个外国人啊，这样对他们外面的印象也不好。在我们这边的话，这样做有些人会觉得，像我就觉得一半一半，但是对有些人就会觉得说，现在诈骗那么多，有时候也会觉得说，有时候善心就沦为一种被利用了。这种情形即阵啊真接快，现场看到人烦恼是诈骗，报警处理。警方到场了后，发现这查甫人是俄罗斯籍，摕观光签证来台湾，卖旗的行为违反入出国甲移民法。所以，个人已请移民署高雄市专勤队来处理。外国人在我国停居留期间，不得从事与许可停居留原因不符之活动，并予驱逐出国，依法管制3年到5年，不得来台。伫中华是有失联买12年的移工扣人查到，14中昼海巡人员伫丰原的王者之宫桥发现一对母女炸行李，真好奇查问，发现妈妈是印尼籍移工，不过已经失联4375天。边的查某囝今年6岁，由妈妈家己一个请养。2个人大包小包在这里啊。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讲，查某囡仔的爸爸同款是失联移工，人伫高雄收容，目前先安置母女，后续会协助2个人办理回国手续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南投县青年发展所这2天是举办南投青年开讲节的成果活动，透过展览、讲座、交流，展现南投青年的创意甲行动力，嘛鼓励青年会当转来南投发展。我觉得这个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。创业失败当暗墙，面顶挂着各种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的心声。南投青年开讲节活动展示南投青年的创意甲创业的故事。亲像青年参与志愿服务计划得奖的团队，有一组是由在地大学生组成，利用学到的物件为社区规划专属的防灾甲逃生的 SOP。他们可能就认为说，要去避难的时候，应该要再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但是透过我们和他们互动之后，还有居民之间，他们就是互相的去交流一下，去避难的时候要带什么样的东西。南投县青年发展所成立2年，活动除了展示成果，也邀请10多年前甲南投德山的老厝改装做民宿，而且推出地方创新正成功的后辈军来演讲。以爱即卖少年免要意别人的眼光，找家己喜欢的物件去投入，然后坚持落去。好好了解家己要做啥物代志，慢慢甲地方好好来参详，想看家己要做的代志要安怎进行。我感觉即马对政府甲民间有足侪资源，会使来甲大家斗相共。大部分的青年朋友回到这个地方发展，或是在做创业的事情的时候，都需要身兼数职，也要身兼非常多的技能哈。那斜杠才有办法在这个环境下，这个激烈环境下做一个生存。南投县青发所表示，未来继续整合中央甲地方的资源，推动青年就业、创业、社会参与，也会开发少年人喜欢的活动，亲像音乐会。并且创造偌济国际交流的机会，希望吸引偌济青年回来南投。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。今年7月，丹那市风台升长南部，看到满地太阳能板是烧甲脆糊糊，这就引起大众是真烦恼，讲水源环境会去受到污染，气电共生的政策引起讨论。面对这款极端气候，台湾绿能这条路是要安怎行？第一台青春的日望下午7点半，要带大家来看台湾的供电困境。这厝顶挂，这兴起啊，往这边看，你啊看，这就规个拢无去啊。这是已经有经过整理啊，厝顶挂也唔知死生感啊，规个拢歹去啊。丹那市风台严重损长南部的城市，侪供电板嘛伫咧透风的情形之下。真侪拢扫甲歹去，面对极端气候，豆豆真做伤害，用事业只好家己调整防灾的观念，对政府落措推动的绿能政策，加减有一寡疑虑。伊个极端气候部分，我感觉也
我较修身啊，应该是加即个太阳能板吼，恁我看到新闻嘛吼，伊个拢就是固定无好啦，歪条啊、歪起的啦。吼，我较修身是因为咱迄阵啊无法规嘛吼，但是咱即摆已经有发生这代志，我感觉即个法规是不是应该爱对咧加强？太阳能板歹去，嘛带来环境污染的疑虑。环团真侪届质疑供电设施的安全，甲回收的措施敢受周知，建的所在敢受合理，像是渔民的收入嘛受到冲击，政策并无真正落实。啊，你若破去了后要安怎？你敢真正穿会去？阮都看迄志宏池啦吼，啊是讲迄气温啊，阮就烦恼的呢，迄玻璃啊碎去内底，你若插到要安怎？系啊，啊，搁一寡迄垃圾物件，咱唔知，可能对咱生态环境的饮水安全嘛有疑虑啦。啊，像我们这边光电板吼发的电，阮遮发的电就是拢伫现场使用啦。伫高雄弥陀回乡的青年张普仁，伫地方创新的咖啡厅使用太阳能。不过，伊强调讲，绿能政策的理念虽然是好，若执行的时阵无要意地方的需求，原地规划渔电共生，嘛会变做无意义。即马天公伯发变面就变面，啊，所以其实吼，那以安尼观察开，其实路上型的不见得是一件无好的代志，但是路上型伊的插起来设计吼，其实我感觉伊有伊改善的空间啦。风台来毋若甲太阳能板吹歹去，嘛考验政策的规划感受周知。极端气候已经成做常态，台湾绿能的这条路，还阁需要更较侪修正甲沟通，才会当真正行向未来。记者吴德庆、叶家军综合报道。明仔天气是安怎？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0度到27度。中部地区19度到29度，南部地区19度到30度，东部地区19度到28度，外岛地区18度到25度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我是苏眉。稍等呢，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相会。